好，我是阿哲。大家好，我是拍摄摄的姚义奎，欢迎收看这礼拜的第二位史天普。天光夜，马干夜嘞，母亲节。所以这礼拜是我史天普，跟今天大家抽中徐公义，我来看的是阿妹，好上的时间。做阿妹啥，喊做小阿妹的家下，同日下有乜嘅目標樣呢？家到又有乜嘅夢想？台北女夫妻滾富貴少6年前的家到好生嘅，然後家到媽媽喊做小阿妹家下夢想都畫出來耶。这位是我妈妈，这个是她在越南国中的时候，她的梦想是赚大钱。在越南，然后她家境贫穷，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吃，很辛苦。因为他们越南那里，因为好像是政府贪污，然后呢店都很少，然后那个每到晚上一个路灯都没有。妈妈是在高中，梦想她要成为一个车长小姐，可是现在那个行业已经消失了。国中或高中好像都没有被排挤，人缘还算不错。他的梦想就是想要当运动员，可是到最后没有成功，因为他之前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在比赛，然后脚受伤，所以没办法继续比赛，然后所以现在就当了早餐店的老板。我画的妈妈，因为她会穿咖啡色的，是因为之前我们出去玩的时候，然后有时候会去吃甜点，然后呢，里面的人都是穿就是咖啡色的围裙。他是希望自己可以当一个咖啡厅，但是就是可以开咖啡厅了，然后当咖啡厅的老板。但是呢没钱，然后所以现在就变成旅行社的员工。我画的是我妈妈之前大概在高中的时候，然后她的梦想是看遍所有的书籍。我妈被手机魅惑了，所以就是现在没什么在看书。这一张照片是妈妈来这边最先拍的照片。她小时候在印尼生活，可是因为那边就是排华，工作方面，妈妈认为在这边比较好，所以她就来这边。结果遇到爸爸，就跟爸爸结婚。因为妈妈的兴趣是画画，我就画了这张。看來大家小朋友都同樣是要去了解家到媽媽頭擺有乜嘅夢想，面對自己媽媽有位目標樣嘅看法。感覺蠻開心的，因為就是覺得媽媽很厲害，然後又會運動，然後又會做家事，還會幫助別人。他很多照片都是戴着大眼鏡，可他現在沒有。他是後來去做雷射，他說非常痛，所以叫我不要近視，所以現在有保持。媽媽泡的咖啡還蠻好喝，然後呢，每次看她泡就覺得好像很有趣，所以呢就想說自己也可以來學。然後如果媽媽沒有完成的這個夢想的話，我也可以幫忙她。希望我以後長大賺錢之後，可以幫她買一家咖啡店，然後讓她當老闆。以前跟現在。比較胖，因為生了我跟哥哥。個性我覺得他很兇，非常兇。我覺得他以前應該沒有那麼兇，可能是常罵我們才變得這麼兇。我學到要多了解媽媽，多關心，不然，做孩子的不了解媽媽，感覺對不起媽媽。来看到这么多跟你们差不多年纪的小欧们，他们在讲自己妈妈的故事。整体而言，有没有透过这个画面带给你什么感受？派大星，我觉得妈妈好像是为了小孩而变凶的哎。你看有一张照片我印象很深刻，他把妈妈的鼻孔画得好大，黑的，对，就是很生气的样子。两位小欧其实也准备了自己妈妈年轻的照片。啦啦队，妈妈是啦啦队，笑得最开心的那一个，笑得最开心的，你看，哎呀，戴眼镜这一位。那这个是学校的啦啦队吗？
没有，但他们好像是校庆还是运动会，他们班是负责有拿彩球要加油等等。下一张，哇，妈妈从啦啦队变成特战队是吗？是他去救国团的时候，哇，很酷哎这个。然后好像是从岩石上面下来这样，然后要沿的绳子，结果我妈就不听人家劝告，因为他们在讲规则，就说等一下你们快看到陆地的时候，我们会把绳子松开，让你降下来。然后人家讲解他也没在听，就终于轮到他的时候，他就硬上去，结果一上去之后，人家说要降下来了，然后他竟然没有抓紧绳子，然后一降下来，他整个脸就被绳子刮过去。这个是哇，这个也是啦啦队吗？不是，这个是服装设计的那个学校，然后毕业的时候他们。来，你不要讲，我来猜一下。我认识阿哲的妈妈，我看一下阿哲的妈妈会是哪一个？我知道了，哪一位？你妈妈没有在这里吗？有吗？我妈是最旁边这个，还有这一张。阿哲的妈妈还蛮 fashion 的，应该是穿红色，就是这个女生的后面那个红色衣服的女生吧？是吗？看起来我觉得比较像。不是，是吗？前面这个粉红色衣服的这个。哇，妈妈年轻很漂亮哎。来，旁边那张是什么？这张是去那个什么环亚百货，然后那什么表演时装秀。讲到妈妈的梦想，你们会跟妈妈聊他们少女时代的事，他们年轻时候的事吗？她年轻的时候想当那个服装设计师，最后梦想没有实现，觉得梦想离自己越来越远。之后，因为她想说自己是客家人，然后就是教客语，然后她觉得教客语也很棒，因为可以传承，就是教未来的主人用一种新的语言。我妈妈说她想要当车长小姐。车长小姐，刚才我们在那个 VCR 里面也有看到，所以车长小姐那个时代可能是一个很多人向往的工作。对，可是影片里面也有提到，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工作了。台北嘅公車行出嚟司機韓國有一類茶種馬同銀行檢票、韓國驗票。認真街道都做支付，看起來蠻緊張。故作嘅好似東道後生嘅小妹嘢都知道也係千站嘅條路。有一次出國，我發現他一直在觀察那空姐的動作，就是他可能會去觀察這些有點類似車長小姐工作的服務業的第一線，對，去觀察他們的一些動作等等，可能是想回憶自己過往的那些印象。OK， 除了阿妹寫起這個夢想，節目的節目地圖很難得，你訪問到派大星，然後阿姐阿妹講出這段佢哋兩個都唔啲嘅故事。少年地圖幼稚園嘅時節，佢爸爸愛佢開始第七家間房度，13年歲末，佢出到東京，韓國嘅都係佢爸爸開嘅。前幾日呢，佢爸爸帶佢看展覽，結果展覽嘅東西竟然係無膽嘅少年看到暗道嘅沙哥，見你心嘛，嚇到唔願用嘅聲。我唔愛13年歲麼？我唔驚。你已經睇了，我學13年歲，有聽到冇？阿妹，故作也係少年嘅習慣，對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一直到高中，佢愛開幸福，長感衰麼？因為我一個人睡，所以我很害怕那個孤獨的感覺。以至於我到高中以前吧，我都不敢那個關燈睡覺，一定要開很亮的日光燈。我覺得那個是缺乏那個安全感。那現在呢，阿哲呢，他還跟我們一起睡，我希望不要讓他有那種缺乏安全感的心情。你不用急着把他推出去，推開他，等到他準備好了，他覺得萬事都 OK 了，他就會展翅高飛離開我們。所以呢，我覺得跟小孩子相處的時間，我們必須要好好的珍惜跟把握。這個故事是你第一次聽嗎？對。那你聽完之後，你的感受是什麼？這有什麼好怕的？不是，你的感覺是什麼？缺乏安全感吧，因為那個
我晚上会做噩梦。妈妈以前开着灯睡觉这件事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？我只知道我需要小夜灯才能睡觉。那如果现在让你选，自己睡一个房间，或是跟爸妈一起睡，你的选择是？跟爸妈吧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睡会怕鬼。会怕鬼？很诚实的阿哲哈。来，刚才看完阿哲的故事，接下来一起来听派大星妈妈的小故事。外卖機嘅餅對人嚟講應該當簡單，不過對 Debbie 嚟講也冇按規，也無卡依苦，冇講食餅，連體育課都會同阿姊共下練動作。有一日天時熱發發嘅 ，Debbie 當上去食餅，故手機想到一個辦法。Debbie 就到樓下嘅西工廠練調緊用歌，阿姊想我做啲位家庭推廣嘅東西來賺啲位錢。賺到博卡過後，佢一生日前兩個啲陽台曲曲曲曲，就係想我做啲位食到餅。現在佢閒些東西都被靠到壞壞，唔過好喜歡調緊用，行去本佢1個月。很笨哦！爸爸媽媽叫我做乜嘢？現在做唔到，本家就發現，我做 Debbie 夾住條本事睇嘅。Debbie，你用的條條只有去打工賺錢咯，你條買個東西，唔講，也講。冇想到工廠嘅調緊用，同人媽媽講一件事情，一日 Debbie 在食餅食到笨笨，不過師傅很痛啊。其實我覺得我的少女時代也是跌跌撞撞的，然後年少輕狂。那我覺得這樣的經驗讓我感覺，even是為了一支冰棒，然後也勇於去冒險、去嘗試，然後達到要的結果。那對孩子造成的影響，我覺得在理念上、態度上差別蠻大的。就是我會很喜歡孩子的天馬行空。甚至他們會去發想有任何的夢想，我都會很支持，然後也會協助他們去完成。那很enjoy於那個過程 ，even 最後是不如預期的，我都覺得 fine， 這就是一個成長，這是一個歷練，很棒。派大星，你認同媽媽當時的做法嗎？你能理解嗎？可以啊。為了一支冰棒，說謊，被打，火辣辣的屁股。你有做過類似的事情嗎？其實我覺得可能是媽媽我不知道是遺傳還是怎樣，就是我曾經一直想試着去合作社買東西，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下不了手去買任何一樣，我就覺得這些東西讓我覺得媽媽工作那麼辛苦，如果我再亂花錢，是不是有點辜負了她的好意？媽媽有跟你講過她小時候家裡環境不好的事嗎？有啊，她說她以前小學的時候，就是班上要捐錢給紅十字會，然後可能每個人說要買個郵票好了，要把這個錢捐給需要幫助的人，然後一個人每天帶10塊錢來，可是我媽那時候根本就交不出那10塊錢。從媽媽小時候這樣的境遇，到後來你自己很不捨得花錢，你覺得，這個過程當中有多少是媽媽的潛移默化，有多少是你某種程度在內心刻意要，比方說體諒媽媽的辛苦？其實我覺得都不是，只是因為我一直覺得我的媽媽可能小時候經歷過這樣的事情，所以她一直想要去她可以去滿足我很多我想要的什麼。等一下，我又想哭了。所以你感受到媽媽那樣的缺憾，她不希望在你身上發生，你們要對她說什麼？就謝謝她。透過這兩個故事後，現在我們要站上我們的立場箱。你們跟媽媽在互相的聊天，然後在探索的過程當中，你覺得有因此看到不一樣的媽媽的，你可以選擇立場箱的5分。那你覺得，其實媽媽跟我所知的、所理解的，差別不大，你就再1分。請你們開始作答。1分到5分，如果你覺得真的看到了很不一樣的媽媽，請你站到5分的位置。然後跟你所理解的差別不大，請你就站在原本或是比較低的分數。阿哲，以前都以為媽媽很大膽，就是敢做東做西，就是不怕被人罵。其實今天我也覺得媽媽有點膽小。派大星，我覺得媽媽其實還蠻內斂的吧，就是她其實雖然感覺很大剌剌，做什麼事情都不注重小細節，然後常犯錯。可是剛剛看她講這段話，我突然覺得她其實替我想了很多事情，然後很盡量去幫助我完成我想完成的目標。眼看的兩位社我表達自己的立場，係講天氣挑戰的觀眾朋友對母親節的前一日，係咪就希望利用呢個機會多了解自己阿妹一下。以上是上半場的社會事件簿，稍後結困一下，講之後來看2禮拜嘅社會
看世界。欢迎众多小爱看世界神奇团相片的单元。我们先欢迎蛋黄妹加入我们的单元。大家好，我是蛋黄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张照片。当然，你们看得出来这是哪里吗？是一个什么场合？派对吗？派对哦，彩带。我觉得这好像印度片里面的那个祈福墙。印度片就是他们都会挂写一些话吧，或是他们一些代表一些祝福的东西。来，若有所思的阿哲。我看到这国旗，韩国的。哦，你看到国旗？太厉害了！我测试了10几次，没有人看到国旗。你看到国旗，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。韩国的国旗。哦。然后我觉得墙后面可能是军事用地吧。OK。然后墙前面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进入的地方。他们的姿势，你觉得在干嘛？他们应该是在看里面的东西。拍照，军事用地可以拍照吗？应该不可以。给你们点提示。来，是阿哲说的南北韩的交界，请举台湾猕猴，或者是日本神社。3个人的答案都很一致。来，理由是什么？我觉得日本神社不可能长这样子吧。你有去过日本的神社吗？你有看过他们有这种祈福的丝带吗？有时候，但是上面不可能会有这个铁丝网。日本神社应该是不会把韩国的国旗出现吧？我觉得 OK， 就直接去掉这个选项了。大家都选南北韩交界。解答是，当然，确实是南北韩交界。大家知道韩国在哪边吗？我们大致看，台湾在这边嘛，韩国在我们的上面，对不对？给你看一张地图，北纬38度线。就是他们两韩交界的军事重地，因为两韩是被分隔开来的，所以他们透过那个小小的洞，能不能看到？比方说我在北韩的亲人。这一题要来看，这一题非常的有趣。你们看到什么？工人。那派大星觉得这是哪里？我觉得这里像是日本哎。像日本。日本会穿这种的。我觉得又有没有看到的国旗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奇怪，为什么工作人员都不先检查清楚？可是一个画面给我的感觉有日本的概念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像日本。有日本的 feel。Yes。OK， 来，给你们提示，其实派大星很会猜。哦，这是日本。它就是日本。哦。或许你看到的就是穿戴整齐的制服。日本是对于制服非常，就是他做什么职业，很整齐。他做什么工作就是有那个样子。请问地点不重要。这个工人前面这个被我们盖起来色块底下的是回民臼还是大猩猩？你觉得是回民臼？因为假如是大猩猩的话，大猩猩会在这个上面啊。那为什么你猜大猩猩？越不可能的答案可能就是答案，我觉得。越不可能答案就是答案。派大星，你的理由一样吗？因为回民就会飞，对不对？会飞啊。它会飞嘛，所以在上面它可以自己飞下来，根本还有人救它。哦，你觉得他在救他？不是，不然你是要上去拍照吗？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动物园的栅栏没有关好，大猩猩跑出来，然后就跑到上面去。大猩猩可以支撑到这么细的，它那只大猩猩是多手抱，因为连这种这么细的线都可以撑住。要公布解答喽！你们有人要换答案的吗？你还是坚守回民臼，对不对？或许你是对的，请看，当然。恭喜阿哲跟派大星。这是动画吗？为什么那么凶啊？看起来很像假的，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去探究，发现不但不是假的，就是他们在解救他过程当中，你看他可能是被这个麻醉针射中之后，快要失去意识了，然后结果身体还在半曲中，对他手还握着那个电线。一隻對同輩人做出嚟嘅副程式，前面本麻醉衝嘅打到跌下落嘅，消防人員用防腐藥嘅撈結接到嘅。來，下一題，準備好接受挑戰了。你
干嘛喘一口气？你干嘛倒喘一口气？你看到什么？国旗啊，啊，你看到国旗，那是哪里？那里巴西，来，你告诉我巴西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哎。北美洲还是南美洲？北美洲。很遗憾的，巴西就在南美洲。来，那看到游客啊，游客，因为他穿成那样。什么时候游客跟阿兵哥会有互动？你去海边遇过阿兵哥吗？他们要去赶他的时候吧？为什么阿兵哥要赶，而不是警察或是海防人员赶？可能是海巡队来赶啊，是救。我知道我是警察吗？有啊，巴西也有警察。哦，应该是要去抓毒贩或是等等，就是现在游客大家共同帮忙吧。所以上面是通缉犯的照片。可能是吧？不是对不对？看起来不像。来，我们看提示。这个阿兵哥给他们的传单是果然是禁止堕胎，还是台湾黑熊说的防治传染病？派大星已经做出选择了，大豪妹。看看。3、2、1，请作答。3个人答案都一致，所以你们觉得是防治传染病？嗯。给你一个提示。有人看过这张照片吗？类似的照片。OK， 照片中你们看到什么？一个小 baby。小 baby。那有什么特别吸引你注意的地方吗？就小 baby 他的脸部，表情严肃，畸形感觉。对，有一点好像跟我们以往认知的小婴儿人类不一样，不太一样。所以你换答案了吗？我觉得搞不好是。来，我要公布解答喽。有没有要改变心意的？确定？确定。禁止堕胎，2位是防治传染病。答案是，恭喜2位，防治传染病。来，我跟你们讲，他在这个海边发这个传单哈，刚才你们是不是有在看上面的图案？登革热。做乜嘅？冇呢嘅传单，老传染病也冇有关系。看下来看，你嘅解说。利用眼泪路是巴西有名的都市，一下急性传染病、自卡病毒都厉害。係講群體都會歡迎家車飛到，可能就會叫有4條真的烏鴉嘅。因為疫情很厲害，政府派人20萬的阿兵哥，因他也去宣傳。韓國今年8月底嘅奧運，我哋體育嚟辦，車票也到公共場所都見啲嘅小偷。禮拜要看你眼到國際新聞的相片，社會也拖出幾條認為最有感覺嘅。我覺得世界就是國家都會說國與國要和平，但是南韓跟北韓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專注在軍事用品上。然後我在那個上課的時候看到，我們全世界做軍事用品的費用是拯救飢餓荒民的12倍，所以我覺得為什麼不去救那些荒民，讓更多人活得幸福，而是這樣自相殘殺。但我妹跟派大星也知道南北韓的關係嗎？這樣行為就是有時候就會報什麼北韓就跟南韓說我要丟1枚飛彈，然後呢北韓就不敢示弱。我覺得這是很不好的，因為呢他們的人民啊都想好好跟別國的人民和平共處，而他們一直這樣丟來丟去，會使人們的死傷慘重。上歷史課有提到，就是在國民政府來台的時候，就已經開始了爆發韓戰。我覺得這有點牽扯到世界跟世界之間的關係。那時候有點像是共產主義在打資本主義，有一種感覺，就是算是就是有點黨與黨之間。北韓的後面是前蘇聯，然後南韓就是美國嘛，因為美國派兵來韓戰。對，就有點牽扯到世界的關係。然後直到如今，即使沒有了，還是一直在內戰。對，我覺得有點誇張，打那麼久都沒有想休息過嘛。以上係你3屆社會記得拖出來最有感覺相片，電視挑戰的觀眾耳朵嘅又係哪種呢？也是2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。下禮拜六下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。社會是天賦，什麼來㗎？謝謝。马改史言，为什么大家带着课本来？因为有人把我们的课本改得不一样。这一次在做主题教科书哪一课他们觉得封面比较他们不喜欢的话，就重新设计。我们就是想说把国语这2个字写在这石碑上面。我就是画了一个自己特别的树叶啊，把它贴到这上面来。